2014年4月15號下晝，311名韓國檀元高中嘅學生興奮咁登上世越號，準備出發去佢哋期待咗好耐嘅濟州島畢業旅行。對好多學生嚟講，呢次係佢哋第一次出海，亦本來應該係青春入邊最難忘嘅回憶。但係冇人諗到呢一次竟然會變成佢哋人生最後一次出行。短短12個鐘之後，呢艘船就徹底傾覆，韓國官方嘅救援卻遲遲冇嚟，最後造成304人遇難。呢件事就係震驚全世界嘅世越號事件。沉船背後到底藏住邊啲令人越諗越心寒嘅疑點？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宗事件嘅前因後果，同埋當中令人細思極恐嘅疑點。世越號原定係夜晚6點半出發，但係當晚嘅大霧令海面能見度唔夠1公里，所以仁川航管中心發出咗低能見度警報，港口所有船隻都暫停航班。去到夜晚8點半，航管中心收回警報之後，世越號申請離港，而世越號係當晚唯一一艘離開港口嘅船。喺呢種天氣之下航行本身就有一定危險性，但係世越號唔單止係一艘客輪，今次航行亦唔單止係為咗呢班高中生而安排，佢同時亦係一艘貨輪，載住大量貨物，有汽車、大型貨櫃等等，所以如果暫停航班，對海運公司嚟講就會有損失。呢個亦都係世越號點解堅持要出港嘅原因。出發之後冇耐，檀元高中嘅學生喺老師帶領之下，聚集喺郵輪3樓大廳，輪流玩遊戲，開心咁唱歌，仲喺甲板上睇咗煙花表演。對於經過幾年緊張學習嘅學生嚟講，呢次係一次愉快又浪漫嘅旅行。呢一晚嘅航行一切正常，冇人諗到接落嚟會發生咁恐怖嘅事。第二朝早，大部分學生啱啱起身，朝早7點半左右，郵輪進入咗曼骨水道。曼骨水道係韓國完善水流變化最劇烈嘅水道之一，因為呢條水道正正位於海底大陸嘅兩塊高地之間，海水流過嘅時候就會產生一種瓶頸效應，令經過嘅船隻突然感受到水流加速，容易發生意外。不過有經驗嘅船員就可以利用呢度嘅水流，令船隻加快航行。對於已經遲咗2個鐘嘅世越號嚟講，就更加選擇咁做。呢個時候操控世越號航行嘅唔係船長，亦唔係大夫同二夫，而係一名叫做朴咸傑嘅女三副。而且佢本身並冇太多航海經驗。當世越號經過曼骨水道嘅時候，朴咸傑首先叫船隻由自動駕駛切換去手動駕駛，之後叫船員將航向由135度調整到140度，然後好快又命令調整到145度，用嚟應對急速嘅湍流。可係當船隻喺佢指令之下左轉嘅時候，成艘郵輪卻突然猛烈向左傾斜，輪機室嘅船員亦都透過對講機話舵輪喐唔到。跟住成艘船嘅動力就開始消失，郵輪以傾斜嘅姿勢停喺海面上。根據後來生還者嘅描述，佢哋喺早上8點50分左右聽到一聲巨響，之後郵輪突然向左邊傾斜，船艙入邊嘅嘢全部飛晒起嚟。好多喺餐廳食緊早餐嘅學生被狠狠咁甩到角落，學生們被撞傷，撞到流血，幾乎所有人都受咗傷，開始喊同大叫。船隻因為突然傾斜，再加上船上貨櫃跌落，導致世越號失去重心恢復力，即係傾斜之後冇辦法自己回正，船開始慢慢下沉。當時嘅船長叫李俊石，發生事故嗰陣，佢正喺房入面瞓覺，之後先急急腳嚟到駕駛室，佢開始嘗試用釋放咗側壓艙水嘅方式去令船隻回正，結果發現完全冇作用。世越號開始以越嚟越嚴重嘅傾斜姿勢漂喺海面上，而呢個時候船隻啱啱處於曼骨水道嘅急流地帶。世越號開始以1.7節嘅速度向北漂流，情況變得越嚟越緊急。船長向附近嘅航管中心發出救援信號之後，做出咗一個令人震驚嘅決定。佢冇第一時間安撫學生同提供必要救援，反而對船員講要即刻棄船，並且叫船員發佈咗一條廣播，內容係請留喺原地，唔好出嚟。亦因為咁，好多學生一係留喺餐廳入邊，一係就留喺房入邊，仲將艙門關實。朝早9點半接到救援信號之後，航管中心通知咗附近海警，海警派出船隻嚟到世越號附近，放出救生艇。呢個時候海水已經淹到第2層甲板，海警救起咗喺甲板上等候嘅人。呢一批第一時間被救走嘅人，全部都係世越號嘅船員，當中就包括船長李俊石。而且當時李俊石並冇表明自己嘅身份，亦冇講出船上面嘅具體情況。又過咗一陣，海水開始倒灌，船體傾斜已經去到60度。好多老師開始救助學生，但係大部分學生都關住艙門，因為房入邊仲喺不停播放嗰條請留喺原地唔好出嚟嘅廣播。而且世越號出事嘅位置並唔係公海，而係喺韓國海岸線附近，距離最近嘅島嶼只係得幾百米。按道理嚟講，救援船隻應該好快就可以到達。而喺船長被救上岸之後，佢先至向海警人員講明情況。
海警開始對船上嘅乘客組織救援，同時向韓國海軍第3艦隊求援。呢個時候，如果學生們仲期待海警可以救佢哋，就真係太天真。因為海警明明就喺附近，除咗救出船長同幾名船員之外，好長一段時間都唔見佢哋對船艙入邊嘅學生展開任何救援。一名留喺船上叫做朴智英嘅22歲女船員，透過廣播叫學生全部着上救生衣。當幾個學生問佢點解唔落船嘅時候，佢話船員要最後一個落船，而朴智英最後亦冇能夠生還。10:01，船體傾斜去到70度，海水倒灌越嚟越嚴重。幾名喺甲板上嘅乘客意識到再等救援已經冇可能，開始將消防水管拉開，將困喺下方嘅學生一個一個拉上甲板。大約有40名學生被拉到第4甲板嘅走廊上。10:15，船體傾斜超過90度，好多乘客開始逃離，但係船艙入面好多學生仍然冇出嚟。呢個時候，嗰名叫做朴智英嘅女船員開始對住船艙入面嘅學生大叫，叫佢哋快啲出嚟到甲板上等救援。但即使係咁，仍然只有少部分學生打開咗艙門，勇敢咁爬上已經傾斜嘅甲板。呢啲學生係少部分被救出嚟嘅人，而且救佢哋出嚟嘅亦唔係韓國海警隊，而係附近趕嚟嘅漁船。10:17，船體傾斜超過100度，海水淹過大部分艙室。呢個時候，學生們先發現，就算佢哋想出嚟，都已經冇可能。舷窗外面已經見到海水，就算佢哋想打開艙門，海水壓力都唔容許佢哋打開。房入面開始一片喊聲，岸上嘅父母心急如焚，一方面唔知道救援情況，另一方面卻收到自己仔女發嚟嘅遺書短信。一開始嘅短信仲係爸爸唔使擔心，我哋都着咗救生衣。過咗一陣，學生們就知道自己冇辦法被救出嚟，紛紛俾父母留下遺書短信。10:21，世越號喺事故發生唔夠2個鐘，完全傾覆，成個船底朝天，好難再有乘客可以自行逃離。而由事故發生嘅8:30到完全傾覆嘅10:21，呢段接近2個鐘嘅時間，喺世越號幾百米外嘅岸邊，海警隊到底喺度做緊乜嘢呢？喺後來嘅調查入面，發現船上第一個發出求救信號嘅係一名高中生，佢喺8:52，即係事故發生2分鐘之後，就用手提電話撥打咗韓國嘅災難電話，並接通到全羅南道消防局。佢同消防局人員講，佢所在嘅船發生咗事故，船上有幾百名同學。消防局即刻將呢個電話轉接去韓國海洋警察廳。海警一開始以為呢個學生係船員，要佢提供船隻嘅經緯度，之後先發現佢只係一個學生，於是即刻出動咗一艘巡邏艇。之後佢哋先接到船員嘅求救信號。呢艘巡邏艇到達世越號附近之後，救出咗包括船長在內嘅8名船員。之後海警一架直升機到達世越號上方，救起咗甲板上幾名乘客。韓國海軍亦都得知咗事故，派遣咗號稱韓國最專業嘅海難救援隊到達現場，但係佢哋竟然冇帶潛水裝備，連水費都冇帶，因為佢哋唔知道船隻已經傾覆成咁樣。直到下晝2:40，海軍先再派遣咗40名潛水員。不過呢啲潛水員落水作業冇幾耐，就以水流太湍急為理由停止救援。與此同時，韓國官方負責應對呢種事故嘅部門多達10幾個，但係冇任何一個具備真正嘅領導能力，亦冇一個事故最高指揮人。所有部門都冇正確掌握現場資訊，所以救援由一開始就係混亂嘅。救援行動遲緩同一個人有好大關係，就係當時嘅韓國總統朴槿惠。朴槿惠喺朝早10點先得知世越號事故，而呢個時候事故已經發生咗超過1個鐘。原因係朴槿惠當時要求所有向佢作出嘅匯報都唔可以用電話或者口頭通知，全部都要用傳真嘅書面形式。咁樣一來一回，文件去到佢手上已經係10點。而且更加誇張嘅係，朴槿惠接到文件之後，並冇即刻安排救援，亦冇指定救援負責人，反而消失咗長達7個鐘。後來證實佢係去商量可能引發嘅政治危機。去到朝早11點，即係船隻完全傾覆之後，國防部突然向韓國總統府報告，人員全部救出，冇人員傷亡。呢個時候，一直等消息嘅媒體開始對外宣布，世越號上嘅學生全部獲救。但係家長們卻非常憤怒，因為佢哋知道自己嘅仔女根本冇被救出嚟。呢則錯誤資訊足足播報咗50分鐘，係一宗嚴重嘅誤報事件，一度令民間低估咗事故嘅嚴重性。好多民船開始撤離現場。喺下晝5:15，總統朴槿惠喺消失7個鐘之後首次露面。佢抵達首爾安全大樓之後，第一句就係：我聽講學生都着咗救生衣，有咁難救咩？朴槿惠喺事件發生之後嘅種種行為，被家長們認為係極度冷血，佢嘅支持率亦都大跌。到咗第3日，船內300幾名乘客已經冇任何生還希望。民間潛水員呢個時候先被允許嚟到世越號，喺水底透過舷窗見到船內到處都漂浮住屍體。
家長們呢個時候先知道，政府喺事故發生之後嘅3日入邊，幾乎乜都冇做，憤怒到極點。最後，韓國官方停止救援，公布事故結果，包括250名學生在內嘅304人遇難，死亡比例高達63.8%。而著名嘅鐵達尼號事件喺冰冷嘅公海，喺毫無外界救援嘅情況下，死亡比例亦只係68%。而被救出嘅172人當中，有一名係檀原高中嘅副校長。3日之後，有人發現佢喺學校附近嘅山坡上吊自殺。警方喺佢嘅銀包入邊發現一封遺書，上面寫住200幾人生死不明，我冇信心一個人活落去，所有責任都喺我身上，係我策劃咗今次畢業旅行，請將我嘅骨灰撒喺事發海域，等我同嗰啲屍骨無存嘅學生一齊喺陰間繼續做佢哋嘅老師。事故之後，韓國檢方開始追究責任，將包括船長、船員、海運公司同海運管理機構在內嘅399人列為調查對象，最後有53人罪名成立。喺呢當中，反響最大嘅就係第一時間棄船逃走嘅船長李俊錫。經過調查，李俊錫係被臨時調任到世越號，而世越號原本嘅船長係1級航海士申尚優，但佢同海運公司發生咗矛盾，至於係乜嘢矛盾，後面會講到。喺事故發生嗰陣，船長李俊錫違背咗幾百年嚟海上航行一條不成文規矩，遇上海難嘅時候，船長必須係最後一個離開船嘅人。呢種講法亦係基於一種職業道德共識，船長作為負有特定責任嘅人，有必要喺海難發生時盡最大努力保障乘客安全。最後，韓國檢方指控船長李俊錫違反海難救助法、還忽職守、知情不報、遺棄致死等多項罪名，最後判處佢無期徒刑。其他船員就被判處1年至12年不等嘅有期徒刑。唔單止咁，世越號呢艘郵輪本身亦都存在嚴重問題。世越號屬於韓國青海鎮海運公司，社長叫俞炳彥，佢對呢一宗事故負有極大責任。佢喺2012年買入一艘建於1994年嘅日本貨船，之後對佢進行咗4個月改造。改造之後嘅世越號船體後部比原本高咗好多。因為海運公司老闆俞炳彥為咗可以裝載更多貨物，將原本底部嘅客艙改造成貨艙，然後又喺貨艙上面加裝咗4層客艙。而改造貨艙按規定係要做艙壁加固嘅，但係佢為咗慳錢，並冇咁做。咁大規模嘅改造，亦需要相關機構驗收先可以通過。而韓國船級社對世越號進行咗2次驗收，竟然都順利通過。後來有專業人士指出，呢種改造根本唔可能被通過。呢件事說明海運公司同相關機構之間存在大量利益勾結。世越號按照噸位最多只可以裝載987噸貨物，但係事發當日卻裝載咗2142噸貨物，瘋狂超載咗1155噸。而為咗可以裝到咁多貨物，世越號將船上1000幾噸壓艙水排走。要知道，壓艙水係為咗保持船舶平衡而專門注入嘅水，但係將壓艙水換成貨物之後，貨物冇辦法好似壓艙水咁平均分配到成個船體，咁就會導致船體喺行駛過程中好容易發生事故。而因為壓艙水減少，船長李俊錫第一時間想透過釋放咗側壓艙水去平衡船隻嘅時候，先發現根本無計可施。而呢種行為就係海運公司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所導致。正正因為呢種操作由一開始就係嚴重違規，所以之前世越號嘅船長申尚優曾經多次上報船體穩定性不佳，並向公司投訴船體被過度改造，但係多次上報都冇用。最後佢向報社舉報，公司知道之後將佢停職，呢先有咗李俊錫臨時上任。更加誇張嘅係，社長俞炳彥嘅個人興趣係攝影，但係水平只係普通人程度。佢為咗自我欣賞，竟然喺世越號尾部建造咗一個私人畫廊，用嚟展示佢嘅攝影作品。而呢個畫廊用咗37噸大理石打造佢所謂華麗嘅風格。船尾突然增加嘅重量，令郵輪喺行駛過程中危險性極高。韓國官方對呢種事故俾出嘅解釋係，世越號係因為轉向誤差同埋改造船體造成恢復力減弱而產生嘅事故，所以逮捕咗船長同船員。而改造船體就指向海運公司老闆俞炳彥。韓國檢方向佢發出逮捕通知。而早知道自己難逃法網嘅俞炳彥，早就開始逃亡。韓國警方一開始將懸賞金額定為5000萬韓元，約合27萬人民幣。終於接到舉報，有人喺全羅南道荒野入面發現一具腐敗屍體，最後經鑑定確認係俞炳彥。但好快就有人提出質疑，認為2個月時間屍體唔可能腐敗得咁快，懷疑係韓國官方包庇俞炳彥，俞炳彥可能仍然生存。對於韓國官方俾出嘅事故原因，家長們始終冇辦法釋懷。
佢哋自發組織咗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經過2年證據搜集，終於大致搞清楚世越號事故嘅真相。原來喺世越號上，唔係所有船員都知道呢艘船係超載，因為呢種嚴重違規嘅事，知道嘅人越少越好。所以超載呢一件事，除咗船長李俊石同大副之外，冇其他人知道。由於世越號比預定出發時間遲咗2個鐘，船長李俊石同大副曾經商量過，係咪要喺夜晚加速趕路，但考慮到夜晚海面霧氣仲未完全散去，佢哋放棄咗夜間趕路嘅計劃。到咗第二朝早，係三副朴咸傑、舵手同輪機長3個人喺度操控船隻，佢哋3個係唔知道超載情況嘅。三副朴咸傑航海經驗嚴重不足，而當時船長同大副都喺房入面休息，海面天氣狀況良好，所以三副朴咸傑一直使用自動駕駛。然而去到孟骨水道水流加大，佢改用手動駕駛，原因係佢之前曾經被船長同大副教訓過。孟骨水道水流湍急，呢度要用手動駕駛，不斷調整航向先安全。然而呢次卻係朴咸傑2年以嚟第一次獨立駕船，之前至少都有船長或者大副喺旁邊指揮。而呢個時候佢完全係盲目操作。透過後來 AIS 系統嘅航跡回放，可以見到朴咸傑為咗對抗洋流，做出咗幾次比較大幅度嘅轉向。而佢並唔知道超載嘅船隻作出咁大幅度轉向，好容易就會傾覆。喺8點55分一次左轉嘅時候，船隻上部冇固定好嘅貨櫃，喺慣性作用之下跌落海中。呢個就係點解生還者後來話佢哋曾經聽到一聲巨大響聲，因為嗰係幾十個貨櫃被猛力甩到左邊，撞擊到船左帆發出嘅聲音。而之後嘅打撈亦都證實世越號並冇撞到海礁或者水底物體。而從之後曝光嘅船內監控錄像可以見到，船隻喺最後一次轉向嘅時候，內部裝載嘅汽車被猛力甩到一邊，而冇做過艙壁加固嘅貨艙，經過呢啲汽車撞擊之後，好快就破裂入水。可以睇得出入水速度非常快，呢個就係點解世越號傾覆之後下沉得特別快嘅原因。可以話呢種事故遲早都會發生。之前嘅船長正係睇到呢啲潛在風險，所以先一次又一次投訴，但係海運公司根本唔理，因為利益高於一切。今次世越號船長失職、3副錯誤操作，再加上船體非法改造、嚴重超載同監管部門不作為，最終造成咗世越號慘案。而之前網上流傳好廣嘅血祭、撞擊潛艇等講法，其實並唔可靠。真實事故原因已經好清楚，已經唔需要所謂陰謀論都可以解釋得到。然而，隨住世越號傾覆，即使海水已經湧入船艙，大多數學生仍然遵照船上廣播指示留喺房入邊。佢哋當中大部分人都冇打開艙門，只有少部分冇聽從指示爬上船頂或者跳入水中嘅學生獲救。點解呢啲學生明知道危險仍然唔逃走呢？呢就係世越號事件俾我哋一個重要提示：從眾心理。從眾心理講嘅係個人嘅行為舉止會喺大多數人嘅影響或者壓力之下，放棄自己嘅觀點，或者違背自己內心嘅判斷，令自己同整個群體保持一致。有人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安排一班大學生接受一個視覺判斷實驗，佢哋分別進入一個房間，而呢個房間入邊有6名偽裝成測試者嘅人。台上有2張圖，一張圖係1條線 X， 另一張圖係3條線 ABC。測試者被要求講出 X 線同 ABC 入邊邊一條線長度一致，只要係冇視覺判斷障礙嘅人，好容易就睇得出 X 同 C 線長度係一致嘅。但係真正嘅測試者總係被安排喺最後回答，前面6名偽裝者都會講 X 同 A 線一樣長，咁樣就係用嚟測試真正參與者會唔會有從眾心理。最後實驗結果係75%嘅人都有從眾心理，即係聽從咗偽裝者錯誤嘅判斷，選擇咗 A 線。而只有25%嘅人堅持自己嘅判斷，即係選擇正確答案。呢件事說明，即使心入邊明明知道正確答案，但面對其他人選擇嘅時候，大部分人仍然會放棄自己嘅選擇。所以喺世越號事件入邊，嗰啲學生點解面對危險仍然唔逃脫，堅持要留喺房入邊，正正就係順從咗從眾心理。所以話喺了解呢啲事故嘅同時，我哋亦要明白，當我哋面對危險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從眾心理並唔係要我哋故意特立獨行，為咗唔同而唔同，而係話喺某啲問題上要有自己嘅思考同判斷。人嘅認知就係喺一次又一次思考當中不斷提升。仲有我哋可以睇到，即使人喺面對危機嘅時候，第一時間諗嘅都係自保，但仍然會有勇敢嘅人企出嚟。例如嗰名叫做朴智英嘅女船員，如果可以多啲咁樣嘅人，世越號嘅結局也許會大有唔同。最後就係我哋面對大自然嘅時候，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大自然係美好嘅，同時亦係冷酷無情嘅。